活节真的是世界的历史的中心，最好的日子。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记得这个故事，也回家分享给别人你的喜乐，你生命的意义，为什么充满了意义。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自己还没有懂，我很愿意跟你讲。我知道这边有很多牧师或是传道人或是别的会友，很愿意跟你讲为什么认识耶稣那么棒，因为每一天更好。我要为你们祷告。天上的父，感谢你，今天复活节，感谢你，你不是留在坟墓里面那个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你真的是第3天复活，感谢你，你给你的门徒很多证明你真的复活，所以他们做见证人，他们是说我们100%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他们也写下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个见证。求你让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回家忘记今天得到什么，要我们回家顺服你，也回家分享给别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邀请谢教会来为你们献诗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让全地充满赞美我们所信的教会。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说，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神在我们中间。但愿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故事、赦免之恩的故事，也成为我们生命的故事。阿门。基督说他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很难结出果子来。然而基督他破碎，他愿意让自己完完全全的付上自己的生命。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赞美之前，在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今天你所领受的，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成为一个很好的印记。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中的主宰。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要不断的要把它流传下去。若是你愿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请我们一同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兴起我们，成为你自己的百姓。你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领受神你自己的恩典。主要是的，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很难结出丰盛的子粒来。主，你说这话就是一言整之实，是表明要牺牲自己，而且要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将来呢，荣耀的日子里，你要使世界的人，无论是犹太或者是外邦，所有的百姓都要归向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基督。一粒麦子，它
学习他因牺牲而使人得着生命的榜样，学习因他舍命而结出的生命的果子榜样。学习是由侍奉、服侍他、领人归主、传福音、说耶稣基督生命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生命的故事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做祝福的祷告。国家在这个时候受到年轻改革，或者是整个两性的议题，求主亲自保守我们。我们但也能够在国家的各样的，无论是主权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国家土地的问题，特别是原住民在这个划分土地的过程当中，如今依旧还有疫情的同胞一直在凯兰格兰大道里头，一直在默默的寂寞在当中来抗议。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求主祝福保守我们的国家，也祝福我们的国家不会因为性别的缘故而导致更大的对立。求主把那个爱彼此在当中认同接受，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能够去学习他的样式。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同声的来祷告。来，他跟主耶稣基督，主啊，你呼召我们就是要为这个世代来做我们的祷告。主，你呼召我们就是为这个世代来做更多的服事，因为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领受这样的呼召。主，如今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是的，主，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在主权的问题上一直是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状态之中的时候，求你亲自向我们来说话，求你亲自让指明你这里的教会，让你的百姓能够看见这个国家的需要，让我们成为这个继续的角色，让我们成为一个先进的角色，常常在神面前来做正确反向。所以特别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时候，为了两性议题，无论是同性的问题的部分，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只要学习爱耶稣，我们就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人都能够让耶稣基督享受到成为人的样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主把那些失恋夺去，也求主把那个和平放在这里面。主，我们祝福我们是教会开始开放，开始接纳，开始看见人的需要，而不是因为他的生命的问题。主，我们一直在神面前说出来，是的，让这样的故事能够传达到每一个人的里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这个时候，我们也求神激发我们的爱心，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全心、全心、全力、全力爱主我们的上帝，而且还要爱邻舍，像爱我们自己。所以说，在座的弟兄姐妹，当基督徒在谈到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含有爱神，也要爱人这两方面。但愿我们都能够体会，不是只有说说而已。因此，我再一次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但愿所有全台湾的基督徒都能够爱神跟爱人的心智，让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让人可以感受到，让人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以及去爱人，去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我们的哈利路亚，你阿拉一起你就是我们好，我把我们真必须看得好吗？要看得真必须看得好吗？好吗？在这里要不然必须看得好吗？我把他们就是不如好，你们在一起好，在一个必须要按出来，要让他们好，然后我们就是看你，然后我们我把它看你是还有不如你，还有这里说，你还应该，你还更快来就是拿到这个位置说吗？然后把它这个打进来，你说什么？你的还不是说好，还有刚刚你说吗？还有你说不如他不快，你的把这个后面还有说好，你的刚刚这里说啊，我的呀，谢谢主，谢谢主。此时我们为着我们教会在服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做祝福的祷告，特别是我们小组的领袖，或者是我们身为长老执事的同工，因为教会的美妙之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投入在服侍的行列的里面，而且当每一个成员都聚焦在
好的品格。因此，求主在使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求主大大的施恩祝福我们所有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以及我们的小组长跟我们的领袖们，也大大的施恩祝福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以及在我们中间所有的牧者，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主要是的，你呼召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做光做盐，我们是在说主啊，是的，我们不是。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也是不配的。然而，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尊荣的角色，成为被神所呼召的角色，被神所饶恕的角色。并不说我们是小组长，或者是我们的领袖，或者是我们的长老，或者是我们的执事，求你大大的施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服事满有恩膏，满有果效，将上帝所我们的恩典中有领会跟圣灵的引导，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彼此学习相爱，能够接纳、包容彼此的软弱，用积极跟建设性的话语来相互的鼓励。求在让我们一会同工，除了能够终其所当的事工之外，也能够在工作之余，善于利用时间，不断的让自己充实，让自己在灵性上、灵命上日增长。赞美主耶稣基督，谢谢。这是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教会中的年轻人来做祝福的祷告。求主保守这个时代的青年们，让他们被装备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也求主保守这个时代的儿童，让他们从小就能够领受来敬畏神，就能够来死。也保守我们年轻人的婚姻，儿女都在爱中被建造了起来。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都在主耶稣基督蒙福。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说出啊，是的，基督徒的家庭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我们一起来做宣告，我们一起祝福的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主啊，是的，这个时代当中，你要保守年轻人，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所用的器皿。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主做光做盐。主啊，也祝福我们的儿童，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父母亲、让家长就可以在期间用他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让家庭去影响家庭，保守基督徒的婚姻，主啊，让儿女们都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建造了起来，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合一，更加的蒙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基督徒的家庭都要归向主，都要敬拜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宗会来做祝福的祷告。新美宗会特别把给大家讲，第一，我们是最北边的宗会给大家祷告。但愿我们能够在北边开始来举手祷告，在北边当中开始为主发光作盐。特别我们为着我们基于北极的众教会来做祝福的祷告，让教会都能够成长，都被建造了起来。在那里的圣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中会所有我们的牧者以及我们中会所有的运作的事工尽都顺利开展。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我们中会当中有很多牧者正在疾病，以及师母也正在疾病的挣扎之中，就是祝福我们中会几位牧者，不论是退休牧者许天地牧师也在住院中，乌鲁马多伊我们教会中的几个师母，特别是王庆和牧师的师母美智师母，以及刘阿春牧师的师母嘉玲师母，以及谢文昌牧师的师母，为他们来做祝福的祷告。原来，当我们的牧者的家庭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可以大大的来荣耀服侍上帝，让我们的服侍无后顾之忧。按照你的，我们不仅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中会，为着我们的基于北期9间的教会，都能够合一来敬拜在上帝面前，也为着我们的教会的牧者的家
家庭来做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名，主啊，在疾病的身体当中，主啊，你赐给力量，给予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在疾病当中去经历上帝你的医治，因为你是我们医治的神，也是爱我们的上帝。主啊，当我们的身体软弱的时候，主啊，你经历控告跟训练，就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主啊，你是耶和华尼西的上帝，主你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主啊，我们外体虽然很外，但是内心却心持一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正在病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师母，求你的医治君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医治师母，让我们的师母，或者是欧巴，大概在这个好，一个很像怎样的来讲呢？主，你亲自就在期间，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每一天都过得得着属灵的日光，身体的健康。祝福我们基于北京的教会，让我们共同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彼此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带导。让我们在北部孩子举手祷告的时候，让这样的祷告能够遍满在台湾的全地，无论是在北中南东部，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百姓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赞美主耶稣，谢谢。只是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要成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的，可以到我们台前来。我们当中有牧者传道人，可以为你们做祝福祷告。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到我们台前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在今天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们可以想，可以请坐。如果我们要在刚刚的地方，我们如果在把所有的道路把我们看成刚刚，把我们所有的道路样。我愿意让自己被爱被用尽，就会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小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当这旨意为的旋律，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全能赐他荣耀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耶稣他知道他挣你一粒麦怎么办？若没有落在地里，就很难结出子粒来。主啊，让我们学习来跟从你，让我们更深更深的来亲近你。因为主，无论我们生命即便遭遇到多大的打击，或者是经历到生命中的困窘的状态中的时候，求主不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更新，让我们更深更深的仰望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就如同耶稣一样，这颗子粒中所蕴含
所隐藏的生命是萌芽的，是结实累累的。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果子就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就在我们教会中，就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身体中，在我们的灵性中，就不断的茁壮成长，让我们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学习耶稣基督走舍己为人牺牲的道路，让我们如同得了灵魂，如同丰硕的稻树一般，并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福分，得到丰盛的收成。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祷告，阿门。这时候你就要回应上帝的爱与奉献，你给他什么用？这个教会不仅同工，只是可以请每一长老来协助。Tumirem, sabi. Isso